如果咧你一路咧都係受到眼角嘅影響啦，同埋頭髮稀疏嘅影響啦，咁你一定要睇埋呢條片落去，因為喺呢條片入邊咧，我哋將會示範點樣有一個簡單嘅技術，用半個鐘咧就解決到以上嘅問題，好似會變到而家個頭髮咁樣。大部分嘅亞洲男士咧，大多數都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就係額角向後延，或者我哋前面嘅頭髮好稀疏。咁好多人咧喺18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到呢個問題嘅。咁呢個係我哋無可避免嘅一件事嚟嘅。另外，大家又唔知唔知咧，其實喺 IG、social media， 甚至乎你喺所有媒體上面見到好多 artist， 甚至乎 KOL 啦，其實佢哋都係有做到呢個隱形薄髮嘅技術，只不過係你哋睇唔出咁解。而我哋公司咧，亦都將呢個技術正式引入到我哋公司，以一個半個鐘嘅服務咧，就可以幫你哋解決呢一個痛點問題。大家亦都見到啦 ，model 喺播完之後咧，其實佢兩邊嘅額角係完全解決晒呢個問題，佢亦都解決到佢咁多年咧好冇自信，就係前面頭髮稀疏嘅問題。咁呢個只係半個鐘頭嘅服務嘅啫。咁喺日常打理上面咧，其實呢一個係絕對冇難度，只要你洗頭嘅時候咧唔好夾硬拉扯，正常洗頭咁就已經係冇問題。剪頭髮啦，甚至乎 gel 頭造型都係冇問題嘅。最大點係咩啊？我哋而家只需要550蚊就可以用呢個男士接髮服務，仲要我哋550蚊裏邊係包拆卸嘅，所以快啲通知你同你身邊啲朋友去試下。